讲师午安。今天很感恩在受到天恩师的，然后我们两个姊妹祖师爷的公子大宴，还有我们师尊师父两大的大德，还有我们老前人的护佑，我们前人两恩师的栽培，我们还有各位前贤的鼓励呢，大家能够共聚一堂。在这个圣人的经典《道德经》，来共同的一个分享心得。当然，我或许刚才在听刚才那个国乐在奏这个乐来一个换色光，对不对？嗯，是。5分钟以前我们在听换色光。5分钟以后马上要搭上道德经，这个落差很大要从懂乐器马上要抓到文学曲，这个落差很大要交替的上来要很努力。所以刚才歌我们也听了当然在我们道德经的部分，也说真的，我们老子在《道德经》里面的琢磨，它里面的一个精髓，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得上的，那个很深当然我们大家都借用的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由我们八仙来总结，在《道德经》上做一个合理的总结，我们大家来分享，共同一个探讨看看在62章里面，我们发现里面它的章子，它用味道两个字，味道，味道的意思也是可以讲说，我要怎么让我的道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嗯，是是是。我要怎么让我的道在我的身上产生作用力？产生功用。如果我有道，可是在我身上产生不了功用的时候，这个道它是什么？是空的。对我们一点有意义吗？没有，没有。就好像一台手机你都不会用，不会让手机产生功用的时候，这台手机跟你有没有关系？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一章呢，我们也可以讲说，让我们切实去了解，道跟我们是密不可分。我们真的在意由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我们的思维里面，要怎么来整顿，让道可以发挥最大的功用。当道发生最大的功用，它才有扭转的力量。它才有扭转力量。道一旦没有办法发生功用，它是空的，它是寂静的。所以味道这一章也可以讲说，怎么让道来产生最大力量，最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互相的来共同来讲本文，我们来练习好不好？道道者万物之宝，善善人人之之宝，宝，不善人之所宝。美人可以事，遵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气之有？故立天子，制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尽此道。
古之所以会此道者，故曰有以德，有罪以免，故为天下道。它这里面的大概，它也只大概的几个重点，它也给我们讲说，我们宇宙之间、天地之间，我们天地万物都要依附着道，你才能生存。没有依附的道，我们没办法生存。
是信人有情绪，